Dijkstra algorithm。咁 Dijkstra algorithm 咧嘅作用就係由一個 vertex v 啦，自己定義嘅，揾到去到其他 vertex 嘅一個嘅最短嘅一個嘅路線 shortest path。咁我而家呢個 example 啦，就會 show 由 A vertex 去到其他所有嘅唔同嘅 vertex。咁咧，我哋首先有幅圖。咁呢幅咧就係一幅simple graph 啦。咁呢可以見到啊，個大細就係 A、B、C、D、E。咁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條線。咁你第一步啦，要用呢個嘅 algorithm。咁首先就係畫好一個嘅方先啦。咁首先喺個方啦，就會寫上 vertex 由 A 去到你要去揾嘅其他嘅 vertex。因為呢個 D 啦就係解 distance，由 A 即係你要揾嘅由 A 去到其他 vertex 嘅長度，同埋previous 嘅 vertex， 即係過去嘅前一個點。咁咧其實呢度我都講咗啦，你可以寫定呢個嘅咁多次，不過一陣間會再翻嚟講嘅。咁第二步啦，我哋一定會做嘅就係寫翻呢個嘅距離啦。咁你係 A 去 A， 因為就係自己嗰一點啊嘛。咁所以 A 去 A 嘅大細嘅 distance 就係0啦。咁你由 A 出發去到其他你未知道㗎嘛，所以我哋會寫住無限線嘅，因為未知道嘛，未知道就寫住無限線。咁好啦，我哋開始做啦。咁我哋喺度喺呢一欄嗰度，呢一行入邊，我哋揾最短嗰個路線，最短嗰個數字。咁最短嘅數字就係 V 啊嘛，唔係最短嘅數字係 A 啊嘛。咁我哋喺 A 嗰度寫呢個嘅 visitor。咁我哋就會從 A 嗰度開始睇啦，即係咁樣插咗個 at vertex A。咁我哋睇翻嚟幅圖 at vertex A 可以去到 B， 亦都可以去到 D， 咁我哋就喺呢位 B 同 D 嗰度去到，就寫翻個長度0啦。我哋睇翻要0，再加翻6，去到 B 係行嘅需要嘅 cost 個 weight 係6。咁 D 啦就係1，寫翻1。咁冇嘅啦，寫翻個前一個 vertex， 咁喺邊度去㗎？由 A 去 B， 所以寫翻 A。咁 C 同 D 啦，先係 C 同 E 啦。C 同 E， 我哋假設 A 係去唔到 C 同埋 E 嘅，所以就唔會寫住先，都係照抄翻無限，因為去唔到，但唔知道嗰個嘅 distance 喺邊度。咁然後啦，我哋繼續做啦。我哋要重複頭先嗰步，揾到所有嘅其他喺所有唔同嘅 vertex 嗰度行，即係揾到最短嘅路，直到寫齊晒 visitor。即係咩意思咧？寫晒 visitor 即係話已經驗證晒每一點都係咪最短嘅呢個嘅情況下，即係如果你寫到 visitor， 即係你知已經認證咗由 A 去到呢一點 D 啊，已經係1，即係認證咗已經係話 A 去 D 最短嘅路線就已經係1啦。咁係啦，因為你 A 去 D 係1，你個經 B 行，你一行去即係經 A 去 B 嘅成本係6，個 base 已經係60個。咁你無論點一定超過1㗎，所以即係認證咗啦。D 呢行係最短嘅。咁佢從即係有 A 有 B 同 D 再比較啦。咁佢喺呢行揾最短嘅。咁最細個數字6無限，1無限，咁最細就係1啦。咁 at 1，
一個對應嘅係 D，我哋再去對比啦，我哋再去比較啦。at vertex D，at vertex D 喺 D 呢一點，我哋可以去到喺 D 一點啦，我哋可以去到 B 同埋去到 E，所以各位，但係你記住喎，我哋呢一個嘅 algorithm 係揾由 A 去到所有嘅其他 vertex 嘅最短路線，所以你要加翻前面個數字，加翻呢個一，即係好正常啫。我哋睇翻由 A 而家 A 去 B 咁樣啦，我哋經 D，A 經過 D 去 B，咁即係最少會一，再加翻二，一加二，呢度寫咗一加二，所以等於三，咁你會寫三。呢個一啦係經過 D 嘅，咁呢個二都係啦。你一加一，一同埋二同一，就有二啦。咁你 C 啊嘛，你仍然未去到 C，D 又去唔到 C，所以依然寫翻 infinity 先，寫翻無限先。咁你呢兩度要更新啦，因為已經唔係前一個點啦，你已經去到呢一點係要經過 dot 啊嘛，D 呢一點啊嘛，所以呢兩度寫翻 D 就係啦，就冇唔記住寫翻。咁我哋繼續做啦，你經過 D 之後，我哋再睇呢行，睇呢行啦，三無限二，咁最細個數字係二，咁喺二度寫俾成日，二呢一點係 E vertex C，寫翻 vertex C 喺度，你今次 vertex C 就可以由去到 B 或者去到 C。咁喺 vertex C 嗰度，你睇下去 E 喎，去 vertex E 嘅時候經過呢個 D 嘅，咁啊即係一加一加二，即係四。但係你四係大於前面呢一個嘅三，所以我哋就唔會寫啦，就照呢個咁寫咗，因為佢比 at vertex D 嘅三大，所以寫翻三。因為你要去揾嘅係最短嘅距離，所以呢個並唔係最短嘅，四大過三並唔係最短嘅，所以就查咗啦。咁所以咧就接住就我哋睇翻 C 啦，今次去到 C 啦，一加一加五七，將你寫翻七，咁前一點係經過 E 成為 E。好啦，我哋繼續睇啦，三同七要試過翻三。咁你而家三同埋七最細個數字就三啊嘛，所以三寫翻 visited，咁三對應嘅係 vertex B 啦。咁睇翻經過 vertex B 再去其他嘅長度嚟到，你經過 vertex B 係三啊嘛，經過 E 㗎嘛，即係一加二，一加二三，三去到 C，一加二加五即係等於八。但係八又係頭先個情況，八大於七，所以我哋唔會寫嘅。咁而家咧要去到你 A、B、C、D 嚟到，即係幾個 vertex 已經出晒啦。咁咧咁就唔使寫啦，就已經結束晒，即係呢個 algorithm 已經完咗啦。因為你知道 C 呢一點已經係最終嘅盡頭，或者應該咁講，你已經見到呢個已經寫 visited，呢個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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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isited，即係呢五個 vertex 佢都寫晒 visited，就好似一開始咁講，一開始咁講，每一行最後會呢個從直到找到所有即係寫齊晒 vertex 啦。咁
我哋而家呢個位已經係寫咗實體啦，咁我就搬翻入邊啦。我哋寫一個方啦，係 vertex A B C D E， 咁然後 D 啦 distance 由 A 去到 A 係零最短啦，由 A 去到 B 最短係三，三分三啦，呢個就係呢個就喺呢度，呢個嘅一喺呢度，同埋呢個嘅二喺呢度，咁呢四個啦都係搬翻落嚟抄翻入呢度，咁已經呢個表已經成型啦。但係啦，你要講翻究竟係點樣行，講翻俾人哋聽，你呢一個嘅 algorithm 最後係點樣行嘅，最短係點樣行嘅。咁咧，我嘅方法，我嘅建議係啦，個 T 字係即係你由 A 去 B、C、D、E， 先寫到最尾嗰個數字先，先寫到最尾嗰個 vertex 先。你寫完咗之後，你由 B 開始睇啦。B 前一個係 D 前一個係 A， 咁一定會漏。C 前一個係 E， 然後E 前一個係 D 前一個係 A， 如此類推，我哋就可以揾晒所有啦。咁咧呢個係其中一個 example。咁接住嚟咧，我就一次過做晒，呢個係唔做咗啦。咁但呢一題係一個唔係一個 non-direction 嘅畫法，呢個係一個有方向性、有指向性嘅，你見到有箭嘴嘅，箭嘴規定咗學嘅路線。咁依舊啦，呢度寫咗 text 嘅 I，vi， 要寫翻個距離。呢個點解可以一次過？呢個可以一次過寫晒？點解咧？因為你知道，即係你唔叫一次過寫晒，係應該咁講。你可以預留定咁多格俾自己，就似即係頭先要講咗，可以寫定咗 vertex 先。你可以方便你自己答題目，因為你預留咗一個咁嘅空間俾自己。你知道一定會經過 A、B、C、D、E、F， 所以你可以預留定呢六格。即係如果你有7個 vertex， 你要預7格，7格加3啦，一格係 for previous vertex， 一格係 for 個距離，一格係 for vertex， 邊一個 vertex 咁樣。OK， 咁就做啦，開始做啦。咁起手式零冇效，由 A 出發啊嘛，冇效啊。咁你咪唯有去到咁最細係零啦，咁咪即係 vertex A 咯。呢個零係對應住呢個 A 噶嘛，係咯。咁你呢度睇啦，就可以去到 B、C、E、B、C、E。咁最短係幾多啊？最短係2啊嘛，最細係2啊嘛，2對應住 E， 所以我哋 add vertex E， 由 E 出發，我哋去到 D， 去到 F。係啦，我唔記得寫翻個 A 嗰個，寫翻嗰個前一個 vertex 放喺度。咁咧係 vertex E 8同8， 2加6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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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加6，好。咁而家再對比啦。嗱，你唔好唔記得前面都有個點，即係呢度呢一個都要考慮。你梗係咁樣睇喎？點解咧？因為你 reset 咗啦嘛，所以呢個可以唔使理啦。我哋睇先，而家4、6、8、8，咁最短嗰個係4啦。咁你 S 我哋 reset 喺呢度寫 reset， 呢個4對應住嘅係 vertex B， 想要係 vertex B 啦。咁你而家呢個4係 E 啊嘛，你去 B 度睇4再加2、6，你寫啦。要寫對唔住，呢度寫 D 嘅，呢度寫6。咁咧，咁你呢度就照抄翻啦，因為你去 B 去 C 係幾多？
係七啊嘛，4+3七，但係七呢度係點啊？前面七係大於六噶嘛，唔係最短啊嘛，我哋應該寫翻六，所以係六。咁呢度係六啦，頭先計到嘅4+2，呢個係4+3七，但係七大於六，所以呢度唔會寫翻七啦，會寫翻前面個六。咁然之後再睇啦，六同埋八最細，我哋呢兩個六都一樣啦，我哋求其揀一個，我哋喺呢度揀咗 C 嘅，咁我哋就對翻 C 啦，對 C。咁然後咧，係嗰隻 C 啊嘛，你可以去到 C 嘅嗰個長度係六啊嘛，六再加四十，但係十大於六喎，咁要寫翻抄翻六先啦，一定要。咁然後你 C 去 F 點啊？就係6+2啊嘛，上八六同埋八邊個最短？係六啊嘛，咁我哋 at vertex D，但係你因為你去到 D 喎，你發現你走唔出去喎，因為佢有方向性噶嘛，呢一個係有指向性嘅，咁你走唔出去，咁咪乜都唔寫咯。咁以後我哋再睇呢個八，即係呢個 F 啦，F 可以去喎，F 可以加上去，但係你 F 上去，你會變成 F 去 D 啊嘛，會變成咗11嘛，而家6+3啊嘛。況且你呢度已經 reset 咗啦，所以即係證明咗呢個更加冇可能會加呢個3嘅啦，所以就都係空咗佢啦。咁就咁樣啦，就根據呢一行、呢一行同埋呢個所有嘅 reset 同埋呢個 previous reset 就整翻呢個放翻呢個新嘅表 vertex A B C D E F 個 distance A 去到其他嘅 distance 需要嘅成本需要嘅 weight。咁然後 previous 嘅 vertex 就抄翻啦，1、2、3、4、5，即係跟翻呢度啦。咁佢都可以係 E 嘅，點解咁講咧？因為你無論係根據呢一個位，佢係呢個位咧，我之前揾到嘅，呢個係 E，定係呢一個8，即係呢個8根據呢個 E，呢個8呢個根據呢個 C，佢哋嘅大細係一樣嘅，所以可以係 E 嘅，所以個答案可以係 E。唔好意思，一機好似電腦有啲問題，OK，已經處理好啦。咁咧，咁就係咁講啦。我哋要寫翻由 A 去 B、C、D、E、F，因為記住，我哋呢個講緊嘅呢啲示範都係由 A 去到其他 vertex，由 A 出發去到其他 vertex 嘅一個嘅 distance 嘅需要嘅大細幾多嘅長度係幾多。所以呢個係由 A to 邊度？如果呢條題目要求你可能由 F 出發，可能由 C 出發啦，咁你就要改翻 D 開括號 C 逗號 VI 翻括號咁樣寫啦。但呢度我哋嘅示範全部都係由 A 出發嘅，咁都係好似頭先講，照抄翻 B、C、D、E、F 先嘅，即係寫嘅時候。咁因為咁樣就唔會漏啦。B 前一格係 A，C 前一格係 A，D 前一格係 B 前一格係 A。睇翻呢度，睇翻上面呢個表，睇翻上面呢個表就可以方便啲對翻。D 前面係 A，F 前面係 C 或者 E 啦，即係呢個 E 啦。
呢個係 E 都得嘅，係啦。所以就係咁啦。